南非东北部的河丁省最近发生过6件食物中毒的案件，通报数量已经超过440件，已经有20多人死亡，以6岁到9岁的儿童占大宗。当地民众是真惊吓，也真愤怒。当地政府出动警察甲卫生单位取缔无合法登记的店头，希望通解决问题。参加总礼民众大家拢真哀伤，目屎强要流落来。相片内底5个囡仔原本应该是快乐去读册、佚佗的年岁，严国俊却是倒伫棺材内底，伊拢是这波食物中毒案的受害者。根据南非政府资料通报，到顶礼拜六为止，敢若食有问题的食物里中毒的民众超过440人，其中大多数是6岁到9岁囡仔。当时案例集中在南非东北部的河丁省，包含这个上大黑人的城镇索韦托。In the past weeks, several chemicals were bandied around as possible causes of death. Some were even found in some retailers. 这食落会死的化学物质包含有剧毒的农药托氟松。事实上，对阮10年前的种族隔离时代开始，像种温藏伫社区内底杂货仔店，抑个食品工厂，就是真侪中华阶层民众平常时生活所需要来源。就算到即阵，校内底也有真侪即款的店。不过，亲像货架顶面遮尔侪食品，到底是对倒位来？成分是啥物？往往欠缺检验甲保障。We confused. We had the doctor told us in a report, but we still confused. So it just leaves us with more questions. 包含索韦托在内，整个河丁省是南非执政党非洲民族议会 ANC 的大票仓。所以讲食物中毒案件除了引起民众惊吓，执政当局也真重视。在月中就大批的警力出动，配合卫生单位人员，强力取缔无合法登记的店头。这对着解决食安问题有偌大的帮助，也有待观察。公视新闻，徐嘉玲编译。